Hello,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在上一期视频里，我们讲述了关于毛利英雄 Palkia 骑乘鲸鱼的故事。那么在这期视频内容中，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在中国神话中与之相似的关于海洋巨兽的故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今天讲述的故事出自于《山海经》。这个出自《山海经》的神秘生物不仅仅遨游在大海中，它还会突破海洋的界限，一飞冲天。它就是《山海经》中讲述的鲲鹏。在中国传说中，从遥远的北海有一条神秘的海洋动物，它的形状好像一条巨大的鱼，而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型庞大，以至于没有人见过它的全貌。鲲在北海中缓慢地游动，好像大海总有一天也会慢慢地装不下它。有一天，鲲游在浩瀚的北海里，但它的身体却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它开始冲出水面，飞向天空，最终化作一只巨大的鸟，叫做鹏。鹏的翅膀如同天边的云霄那么长，每一次震动翅膀都可以引起狂风暴雨。传说中，它展翅一飞就是9万里。鲲鹏的故事象征着无限的可能性和突破的力量，从一只巨大的鱼冲破有限海洋的束缚，飞向广袤无垠的天空。它的变化象征着突破自我，向着更广阔的天空飞去。而在上一期我们讲的 Palkia 的故事，同样也是关于成长和勇气。借助海洋之神的力量，Palkia 最终骑乘着鲸鱼找到了新大陆。在毛利文化和中国文化传说中，海洋都充满了力量和神秘感，但是这两个传说却讲述了不同的道理。在毛利传说中，海洋是人类与祖先连结的纽带，鲸鱼在故事中是保护者，是自然的力量引领着人们前行。但在中国神话传说中，鲲在海洋里孕育长大，但海洋对他来说是自我新高度的挑战。他慢慢变得强大，挣脱了海洋的束缚，飞向了更广袤的天空。在 Palkia 的旅程中，大海是朋友，是伙伴，也象征着归属感。而在鲲鹏的故事中，大海是鲲要突破的边界。无论是 Palkia 还是鲲鹏，他们的旅程都与大海息息相关。大海也需要被尊重和守护。在毛利文化中，有一种重要的自然保护传统习俗。下一期我们就聊聊在毛利文化中人们是怎样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见。Kakite ano